家知道 college 跟 university 有什么不同吗？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在一般不了解美国学校体制的人眼里呢 ，college 好像就是比 university 矮一截，甚至有人认为呢 ，college 指的就是社区大学。这也不能怪他们啦，谁叫以前我们在教科书学到的大学呢，指的是 university，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会以为大学的英文就是 university 啦。而且美国大部分的社区大学的名字呢，都是什么什么 college，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误会啦。其实啊，在美国，大学这个词比较准确的说法呢，应该是 college， 而不是 university。美国人在说上大学呢，是说 go to college， 而不是说 go to university。例如我说我在大学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是说 when I was in college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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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而不是说 when I was in university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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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虽然文法上面是没错啦，但一般大家不会这么说。而大学生呢，也是叫做 college student， 而不是叫做 university student。那大学学位呢，是叫做 college degree， 而不是叫做 university degree。那 university 到底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呢 ，university 呢就是由多个学院跟研究所所组成的学校，而 college 呢比较指的呢是学院。college 呢一般都是比较小型的学校，而且只提供大学学士学位的课程，并没有研究所。当然啦，那种2年制的社区大学呢，也是 college 的一种，因为它就是比较小嘛，而且也没有提供研究所的课程，所以就是 college 啦。那还有一点大家很容易感到困惑的就是 university 里面的 college， 像我在 Berkeley 读的就是 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， 也就是文理学院啦。那其他 Berkeley 还有很多不同的 college， 像是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啊 ，College of Chemistry 啊，还有一些像是 Law School 等等的研究所。而这些 college 跟一些研究所的 school 组合起来呢，就叫做 university。有些学校呢是会把大学学士的教育呢称为 college， 像哈佛呢就有 Harvard University 跟 Harvard College。Harvard College 呢它是只提供4年的学士学位课程，而 Harvard University 呢则是由10所研究所及专业学院组合而成的。他们每个学院呢都独立运作，也都独立招生，所以那些说我是从哈佛什么什么系毕业的呢，一般读的都是 Harvard College， 而那些说我是从哈佛医学院啊、法学院啊，或者是商学院等等的学院毕业的学生呢，他们读的才是 Harvard University。那有人可能会问啊，如果我大学学士读的是哈佛医学院，那我算是从 college 还是 university 毕业的？在美国啊，基本上那些医学院啊、法学院之类的呢，都要大学学士毕业之后才能去读，所以这个根本就构成不了问题。那我以上说呢，都是美国的情况，在不同的英语系国家呢，对 college 跟 university 这2个词的定义都有所不同。像在澳洲啊，college 呢，大部分指的是高中，而在加拿大呢 ，college 呢指的是大专啊，或者是职业学校等等的。好，那这样现在大家应该分得出 college 跟 university 在美国的不同了吧？我讲得这么清楚，大家应该都分得出来了吧？但大家不要以为名字里面是 university 的学校呢，就一定是 university； 名字里面有 college 的学校呢，就一定是学院哦。有时候 college 跟 university 呢会被学校拿来当名词使用，像常春藤系列里面的 Dartmouth College 呢，它就是 university； 而 Wesleyan University 呢，它就是名为 University 的 college。这样大家懂了吗？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